茉莉粉哦，石姜茉莉粉，伊较早过去世吼，嘛是500岁啊几岁以前吼，伊捌出世做罗给罗辑仙人。罗辑仙人，迄是较早石姜茉莉粉还袂来印度出世的时阵，伊过去世以前有一世叫做罗辑仙人。啊，为什么迄罗辑？罗辑就是讲伊个头吼，哪像迄螺，伊个头吼哪像迄螺啊。啊，迄个计吼，迄个计的意思就是讲人困倒，人家绑一粒，吼头绑起来一粒，迄叫做计。啊，罗辑就是讲伊个头壳吼，哪像伊个头毛啊规捆的安尼就对啊。啊，其实呢吼。为什么安尼？因为较早有哪有迄个功夫无入电呢？有够久的偌久毋知，入电呢有哪互鸟啊做成？啊，做成忽然间有一天伊出电醒来了，我头壳哪像唔一样？有鸟啊伫遐飞来飞去，啊伊不忍心爬起来，伊讲我若爬起来吼，这鸟仔迄内底迄卵吼，鸟仔卵讲话，啊，迄生命，孙来的生命，伊足自卑的。讲安尼，我要继续坐。敢若坐到迄两已经孵卵啊，迄鸟仔惊飞去了，拢无鸟啊，安尼才起来，安尼就起来。迄是较早世界末日有一世哦，叫做第四个。啊，当然即个修行人有哪有即八功夫？哦，伊伫洞内安尼坐入定，坐到安尼规身躯，哦，迄个太阳落落着，有可能啊，拢生青皮也袂记啊，我唔知啦，我一个太阳落，我就坐到。哦，啊，迄个玄奘法师吼，去到遐来叫了，哎呀，老人，啊，你在坐啥？你伫遮咧创啥？哦，安尼，伊讲我真坐伫遮，就是要等红颜粉出世。啥物啊？说红颜粉，咱敢知？红颜粉就是红颜的粉，就是石姜黄的粉啦。啊，迄阵红颜记嘛，吼，咱若听过三本，咱就知影红颜记。哦，红颜记的粉就做啊石姜黄的粉。我要等伊出世的时阵吼，迄个要帮助伊脱头发、甩头发，你要帮助石姜黄牛就对。伊讲哦，石姜黄牛足早就迄个约团啊呢，伊讲安尼，伊讲哈，你看伊坐偌久啊？石姜黄牛胃口甲东调的时阵，拄啊差不多1000多年，已经超过1000年啦。哦，人已经规讲1000年啊，你搁坐伫遮啊，结过1000年啊，你看已经坐1000年。咱就是讲，你讲的是拍假的，啊，真正咱就安尼写啦，吼，咱做参考啦。伊讲安尼哦，迄个老人，安尼我要继续坐，我以后要等迄个白羊期、白羊骨出世，我才过来吼，来帮伊吼，迄个脱头发、甩头发。迄个讲啥？迄个东山庄玄奘法师话讲，你莫搁坐啊，你搁坐袂了，到时迄个后面着来的时阵，伊搁要还吼，你搁对无着啊？反正就你嘛，搁继续坐啊，继续坐。伊讲好啦，啊无免啦。伊讲你不如对我来，我真要去西洋取经，要去西印度取经，你来帮助我翻译经典。等下甲我对西印度转来的时阵，你来帮助我吼翻译经典，来斗我斗3工较归去啦。哦，你今都醒来啊！我过来甲我斗3工，你嘛搁困去了，你嘛搁入定去了。讲要以后要等几百年，要等弥勒佛来出世。哦，伊讲要等白羊佛啦，白羊佛就是弥勒佛啦。哦，伊知影以后有白羊记，啊，伊嘛希望讲到白羊记的时阵吼，来甲弥勒佛吼斗3工安尼就对。哦，但是唐三藏讲你归去啦，我斗3工，你嘛要继续做。哦，就安尼就讲定。但是迄个老人一老国哭，迄嘛几千岁啊，唔知影吼。老国哭老甲唐三藏讲，伊即个身躯歹用啊，遮尔老，你免通我斗好工课，你搁去换一个新的来，加去换一个新的，意思讲去投胎转世啊。哦，伊讲好，咱唐三藏就来指点，伊讲吼，你去中国，伫对一个，遐有一间厝，迄个黄的琉璃瓦，琉璃瓦咱知影像咱写啊吼，黄色琉璃瓦的，但是即日要敲雕要钉做，吼，你去找一间迄，你去因兜出世就对啊。哦，迄较早的人要修到有神通的，好，伊就去，真正去中国，就要去遐出世，唐三藏就往西印度，两个囝要当兵，
一个去西印度去要去出境，啊一个要去中国要去出事安尼。咱若甲东三庄去印度要转来了吼，因为东三庄去印度出境大约要17年，17年就对啦，吼，迄真正，迄内底经过足侪艰苦就对，迄意志足坚定的，哦，迄沙漠啦，啊经过足危险的嘛，伊照常坚持，佫袂说命无人食，绝对讲伊讲一句话，讲我宁愿往西方一步死，我嘛无爱转来东土一步生，啊对对，又讲迄句话，真有意思的。我搁死，我也无爱转去到中国，我一定爱先去西印度，等若处定经，我才要转来，爱经过17年，哦，啊17年了转来，哦，转来到台湾城，哦，啊大家就欢迎迎接，哦，这是有名的一个东山庄，伊已经去印度取经，哦，这足好的景点，但咱过转来，哦，大家足欢喜来迎接，全国大拢迎接，啊，然后东山庄就去找唐太宗。皇帝，伊讲皇帝啊，恭喜你哦，恭喜你生一个吼宝贝仔囝。皇帝讲你咧讲啥？我哪有生啥物宝贝仔囝？我无生宝贝仔囝啦，你是咧讲啥？讲无哦，奇怪呢，较早伊就来迄个过程讲哦，唐太宗听，伊就讲较早我去伫山东拄着一个老修人啊，因为伊入京啊，所以我叫伊来恁兜出事呢。因为迄阵伊讲看着黄色的迄个霞，迄个琉璃瓦迄啦吼，因为过去吼，皇帝敢当用黄色的咯，普通的变色袂使后面用黄色的咯。较早咧穿衫也穿黄色的吼，喙着叫吼掠去关哦，抬头。较早黄色的靠皇帝当用尔，啊所以讲伊讲迄间厝，迄就是皇帝住的就对啦，啊伊叫伊仔出事啦，安尼。啊，我都明明叫伊来恁兜出事前啊，你无生，对啦。结果问下，甲迄个东山庄，甲然后到尾啊，咱就有一寡心痛的歹，伊就到尾啊感觉，结果出事了毋对，迄个老实人吼，投胎投了毋对，投地过去，投地不低中啊，不低中我们听下。啊，较早咧做迄个歌仔戏啊，我捌看过咧，不低中的啦吼，咧唐朝的故事啊，出水牛头的。哦，毋是去互不低公做囝，是去互不低公因兄弟生，啊，所以讲迄变成，迄个老实人人带出水猪遐去了吼，怎啊变不低公的孙啊？孙啊，咱知啦，啊，恁哥哥啊，恁弟弟的囝吼，叫做孙啊，就对啦。哦，啊，伊就是出水猪不低公因兄弟的囝变才讲变伊的孙啊。哦，啊，伊知影了吼，东山庄知影了，就要去找迄个。迄个因迄个不低叫伊孙就对啦，迄个叫做危机。哦，爱是当少年，10几岁啊，哦，安尼哩，哦，啊，当享受荣华富贵，啊，东山庄去吼，要叫伊出家，讲你爱帮助我翻译经典，哦，安尼，啊，你爱出家。出家我真享受荣华富贵，因为已经经过一世哦，伊袂记一啦。你毋知影过几世是啥啊？哦，啊，东山庄叫伊爱含伊出家就对啊，伊就无爱，啊无爱麻烦啊，伊就无爱，我嘛无法度，伊即当咧享受荣华富贵，生活富裕叫袂出来，到尾就去啦，东山庄就去啦，唐太宗讲你用你皇帝吼，甲伊命令，逐号下一道圣旨，叫伊绝对出家。好啊，唐太宗就听东山庄的话就去，哦，不低叫因孙规矩讲吼，你一定要出家，我命令你出家，哦，啊你爱啥物条件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要出家，哦，因为东山庄哪有甲唐太宗交代讲吼，叫伊出家，伊只要啥物条件你拢嘛答应，安就对啦，只要伊要出家，哦，啊，这个规矩伊就讲。你做一个皇帝，他会煞皇帝吼，勉强我来出家。好，你既然若咧讲啥物条件拢要答应我，好，我有3个条件，你若答应我甲出家，就对啦。我讲好，啊，你尽量讲，我绝对拢答应你。好，伊就讲，我第一个条件，我这人足爱啉酒，我要出家迄一天吼，一定要有一车的迄个酒就对啦，足好的酒。哦，第一个条件。哦啊，唐太宗讲修行人出家人，他会使啉酒，
但是我拄带伊去啊，你吼，讲爱讲啥物条件拢可以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若要啉吼，你车要出街吼，我一车的酒带你去，含你做伙去出街拢会使。哦，倒来了吼，迄个规矩佫讲，修行人佫袂出家人佫袂使啉酒，你既然带我，哦，因为规矩有若条件要用，迄个吼条件足歹的吼，看东台左边哪回答就对啊，结果第一个条件答应啊你，哦，好，咱来我开第二个条件。我第二个条件就是讲，我怎会食肉？咱来到我去出家一工吼，你嘛爱甲我款一副车的肉就对啦，我敢要来出家。当然拢想讲，你出家人他会使食肉，这算啥物回事吼？但是吼，实在足难足歹做的。我就答应讲啥物条件拢无要紧啊，这无人答应佫袂使你。好啦好啦，做免叫的，当然就好啦。第二个条件我要答应你，你食肉。迄个规矩讲啊，即个条件你也会答应，我想讲你都袂答应，他会使出家人，你毋免食肉。好，你若答应好，我搁第三个条件，你绝对袂答应。哦，伊就规你啥物条件？我出家迄一工吼，我要爱足济美女和我去出家，我爱搁一车美女，安就对啊。愈讲拢毋是款的。真正迄三个条件吼，实在讲吼，拢毋是出家人应该的话。伊讲我就是爱和美女做伙，你爱甲我准备一车的美女，拢每一工吼和我吼安尼游山玩水就对啦。哦，当然种真啊愈听袂落，但是无法度，就讲好啊，甚至吼，迄个唐三藏嘛来讲吼，伊开啥物条件你拢答应着咧，真啊答应了拢嘛答应，一车酒，一车肉，一车美女，拢总吼。伊出家的时阵会做伙去就对，真正有影，甲出家迄一工，伊要出家迄工，三车的开的条件拢对伊求，浩浩荡荡行到迄间庙寺，迄间庙寺就知影讲，即个人要来出家，里门口就开始欢迎，列队欢迎，逐个拍鼓啊安尼口钟擂鼓安尼，咧甲欢迎就对，迄个规矩行到遐，听着鼓仔声。钟甲鼓的声响响满啊，觉醒。我过去就是一个修行人呢。伫山洞去拄着玄奘法师呢。伊叫我爱甲伊斗相共，我真正从叫白信呢，拄叫上海就对啦。伊听着迄个钟的声、鼓的声，了从叫五块啦。无伊搁咧白信的咧。到尾五块了，知影讲我过去世就是啥物人，我来遮出世是有任务的。我袂使搁安尼迷失，伊怎啊来三车满搭回转，好，伊拢摕掉我美女也无爱，酒也无爱，肉也无爱，我今仔开始真正要出家，安尼，我这有即段故事有即段故事，所以当时的玄奘法师会答唐太宗讲，伊只要伊啥物条件你拢答应，师傅伊若知影讲吼，即个人早晚会觉醒，迄是真诶袂吼，讲爱迄。无爱出家，等下甲互伊觉醒吼，伊就要入来，伊就要真正要开始大发发挥啊，所以迄个叫做啥？迄个人讲叫即个规矩叫做啥？三车祖师嘛，咱毋知敢捌听过？三车的祖师啦，表示吼有一车酒啦，一车肉啦，一车啤酒啦。我嘛无出家讲遐爱这三，但是到尾伊嘛拢也摕落。等下敢互伊知影了，伊迄无来。这和咱咧修行共款诶，你若还袂入道无体会诶时阵吼，迄拢有够好诶。等下到有一天你已经发心开始要修行啊吼，迄你就有啊，你有感觉无？要讲食肉，我嘛做爱食咧。较早啥物鱼、啥物肉嘛做爱食咧，但是甲已经开始要修行，感觉讲道好诶时阵，就转啊。真正有影，你搁用偌济黄金吼，偌济钱要来请我讲好。迄猪骹苦饭，迄无好食，我绝对袂食。你了解你就袂食，当然无了解是讲足芳的吼，你读较歹好食你毋食，食菜有啥物意思？当然袂安尼讲嘛。我咧食菜就是读较歹的，才好食伊了我毋食，毋知影讲吼，咱已经有觉醒。哪像迄个规矩，伊有觉醒了吼，伊本来是足爱这个物件，伊有觉醒了，伊就无爱。安尼啦吼。这是即段的故事，我逐个做参考，一个趣味就对啦吼，趣味。
啊，落来了，咱要讲啊，就是《西游记》内底啊，的一个人物。伊入要讲《西游记》吼，袂使离开东山庄。哦，安尼啊，无话咧讲《西游记》。哦，啊，东山庄有啥物特色？哦，咱若较早看过这故事啦吼，应该，哦，互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咧看吼，伊互我印象是安尼，五谷、武林。啥物拢毋捌，是毋是？东山庄就是啊，做好欺负，做好骗的，安尼就对啊。讲起来好听，若要讲较好听，讲猪逼啦。哦，啊，若实在讲是戆戆安尼就对，拢随在人牵啦。啊，好佳哉拢孙悟空咧来解救啦。哦，孙悟空足巧的，哦，迄真仔人讲哦，很聪明，足巧的。好佳哉拄好孙悟空咧来解救。哦，啊，若无东山庄，拢叫有食死死。哦，拄着妖魔鬼怪吼，叫妖魔鬼怪来煽动伊都毋知，啊，你戆戆啊就对。啊，到底东山庄这个人物，伊咧代表啥物物件？咱今日是讲甲《西游记》的故事哦，无咧讲天竺法师啊，无咧讲迄落个啊。咱再回归到故事啊，当初我讲的迄是历史的一个真实的代志。啊，进落来讲的就是卡通的代志，就对啊，知影意思啊？这时代背景哦，啊来调转来啊。东山庄其实吴长庚伫咧写哦，我咧来看，伊代表着咱每一个人的本性，代表咱每一个本性。哦，啊，为什么咱的本性安尼戆戆？毋是咱的本性戆戆，是你无学，你无学戆戆，咱无学戆戆啊。无学袂使啦。咱每一个人的本性拢是清净的，拢是光明的，但是无学就戆戆。所以咱为什么爱学道？较早有个人拢会去问一个问题，吼，有可能咱拢有即个疑问也无一定。咱拢会听讲，真诶，拢会讲，啊，咱逐个本来拢有佛性，是毋是安尼？咱逐个身躯拢一尊佛，但是有人安尼问，既然咱是佛人，咱搁落来遮做啥？啊，落来做人，搁袂是哩，搁去地府去，安尼敢对？啊，本来就佛就好啊，就免搁落来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咱有人安尼问哦，较早互我伫迄20当前去新加坡吼。其实就有人，因新加坡的人就有人安尼讲，啊人讲咱拢讲，恁拢讲咱逐个拢是佛，啊拢是佛，然后开过会袂，开过就爱落来遮做人要创啊，啊都不得好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其实咱每一个拢一个佛性无对，本性佛性，但是你无学吼，戆戆，咱无学戆戆，所以咱真诶包括互我。啊，无咱有佛性呢，无咱会食饭迄个会穿衫。迄就是佛性的作用。你即若感觉会寒，你就会去穿衫；枵你会去食饭，迄佛性的作用呢。你若无佛性，你哪会知影人枵，知影人创啥货？伊叫做佛性，逐个拢有。只是讲咱无经过学，无经过修，智慧袂开。智慧袂开，足侪因缘咱毋清，咱袂清楚。是非善恶咱搞不清楚。所以学呢，爱学佛、学法呢，学道呢，哦。咱来到佛堂咧创啊，咧学道呢，啊，咱都有佛性啊，因为咱无经过学道，咱的智慧袂开。啊，所以东山庄伊互咱看着足无能的，啥物拢毋知，啊，好歹毋知就对。但是伊经过去西印度取经转来了，就无共啊。哦，伊经要去西印度取经，经过足侪妖魔鬼怪，哦，啊，但是伊拢一项一项去来突破。啊，今日搁倒转来的时阵，伊境界就足悬啊！取经转来境界就足悬。一个人就讲啥？咱每一个人一点不信，咱无经过学道，是拢有痴的哦，逐个拢共款，包括我啊。啊，咱今日就是爱经过学道，哪想要取经？咱逐个进啊，咧学道就是哪想要取经共款。你咧学道就是咧取经的，吼。啊，咧取经当然，伫迄个过程会拄着妖魔鬼怪。哦，因为东山庄要去印度西方取经，拄着足侪妖魔鬼怪嘛吼。啊，咱今日学道敢无妖魔鬼怪？无啊，无好看啊。妖魔鬼怪伫咱人的心内。你咧学道的当中，你的心中是毋是生足侪魔？会生气、会怨恨、会计较、会比较、会嫉妒、会迄落烦恼、会啥物？是毋是？会迄种魔呢？拢伫咱人的心中呢。你看咱今仔日咧学道，你爱面对遐侪魔。啊！你会引起大家突破，哦，你
你去人吸毒，去人突破，去人消毒，到尾你境界就悬啊。所以取经吼，咱逐个进，逐个拢要取经嘛，拢要去西方取经啊。啊，进就是吼，咱拢爱面对足侪妖魔鬼怪啊。你看你一工内底心魔走偌济出来，伫你早仔8点吼，早仔看几点醒，开始倒来了，经过偌济代志，吼，若去上班咧，讲有去公司通人相骂无？啊，若是厝内无太太冤家无？哦，啊兄弟有咧安怎无？啊有对啥要不我带了生了7两时无？诶，这内底拢无咧，其实无无伫外口，外口的无袂，你免惊，是你咱心中无，咱确实爱惊。人话拢讲惊死人，死人免惊是活人较恐怖，活人会害人，活人会害人，死人袂害人。你捌看过迄死人吼，已经倒去还佫爬起来无？捌啦，我慢慢看咧，大家捌无？看捌迄个人，伊若佫向龙爬起来，迄就是还袂死啊。对啦，若死也袂爬起来。迄外国真有即个代志，外国人吼，迄看，互我看新闻诶，明明死也倒去棺材，已经空开啊，较内底佫咧哭，吼，大家惊到哇，前头佫咧哭，掀开还袂死啦，啊，因为有可能较无迄个常识啊，实在人，有可能因咧家己无经过医生判断咧，判断上讲啊，拢袂顶袂当，咱人只要袂顶袂当，无代表死哦。哎，像讲咱咧死啊，我若困空片咧，你问对一个月，我袂袂切啊，较早以前有前一阵啊，旧年啊，我有迄个新闻在咧，啊，咱会听着棺材咧讲，你若看着棺材咧讲，你免惊啦，迄一定是还袂死啊，啊死啊，记得哭啊，啊死人袂害人，其实是活人甲会害人。啊，真正诶魔其实无伫外口，是咱个人诶心中，咱甲大家想法。互我讲这吼，你等下好啊想法买。你恐怖是人咧恐怖，其实毋是啥物代志咧恐怖诶。你人若好，一切拢好呢；你心若好，天地一切拢好呢。真正是安尼，无骗人诶。哦，心若好是一切拢好咧，心若歹一切拢歹。哦，所以工商拢代表着咱每一个本性，啊，但是咱咧去学。所以心经有一句话，第一句。即心经即段吼足短，咱若有机会甲背起来啦吼，哦，即无歹背啦，无几句嘛吼。第一句，观自在菩萨行深发这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业。第一句就安尼讲，啥物叫做观自在菩萨？咱逐个拢菩萨呢。观自在嘛，有人讲观世菩萨，咱逐个拢是观世菩萨呢。讲嘛有可能，你讲迄个讲放假，观世菩萨就是观世菩萨，我就是我。人话咧讲三宝啦，咱遮个迄个，毋知有去顾死无？啊无，遮无迄句啦，有迄句长吼，迄个就做出来个，有写一句，指点阴中观自在，合别言大上见如来。迄较早人留落来死，吼，伊咧讲这行光嘛，啊为虾米来讲？指点阴中咧观自在。咱逐个拢是一个观自在哦，就是伫遐咱伊即是咧讲三宝，我有敢点嘛吼。遐一尊观世菩萨咯，啊别言大上显如来，遐一尊如来不咯，通咱住伫遐。咱若有机会咧听三宝的时阵，咱若讲到这，你搁来听。哦，遐观世菩萨住伫遐，佛祖住伫遐，伊咧来讲啥？咱逐个拢同观世菩萨甲如来佛世间无离分。拢共款的佛性，就是伫遐平等。叫做观自在菩萨，但是行深发这波罗蜜多。啥物叫做行深？行深就是讲你爱去修行，爱去学，爱去历练。哦，你即个过程行过了，发这叫做智慧，你就智慧嘛。波罗蜜多，波罗蜜多就是讲倒比干，迄印度话啦吼。其实伊即句话吼，发这波罗蜜多是印度话，啊，若翻做中文吼，就是你行深，你修了深了，你学了有够了，你智慧有提升，你就会当倒比干，倒比干就解脱啦。解脱就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业啦。你就会当知影讲啊，世间一切拢是空，你的苦就无啦。哦，即句话意思就是安尼。所以咱若你了苦吼，你看无行深才会使。你要了苦，你发这智慧无起来会使。
你无法度人抱落去倒呢，你无法度人真正倒味干呢，你无法度人解脱呢。要解脱真爱学道呢。哦，当山东去取经，就是要求解脱，所以讲你看，伊行七八这到尾会抱落去倒呢，解倒味干呢，咱大家拢共款。哦，所以讲这个动作做的分啦吼，咱大家解释差不多到遮啦吼。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咱每一个人一点本性。但是咱爱去取经，你爱去学道，安尼啦吼。第二，孙悟空，即只狗，但是伊是真天大圣哦。你嘛看伊一个狗，伊是真天大圣，千变万化足厉害哦。咱先来讲悟，因为悟空嘛，后壁第八界悟灵嘛，三悟真嘛，拢真悟。当然悟空迄是较早吼，因为孙悟空伊是对对出来，人知伊是石头补出来。孙悟空是石头补出来就对啦，菩萨生石头补出来。迄个故事安尼写吼，石头补出来。伊补出来了吼，足巧足够。伊去拜一个祖师，叫师菩提祖师为师。师菩提祖师传伊一寡佛法，所以讲伊修教我当千变万化。师菩提祖师就甲号伊个名叫做悟空，我号你个名叫悟空，因师傅就叫他号做悟空。然后因为孙悟空有神通，千变万化，大闹天宫，后尾天神都无法度伊就对啦，这个足厉害。天神都无法度伊就对啦，到尾也叫如来佛来收解，如来佛有法度伊尔，剩个人无法度。如来佛就来收入五指山，安尼就对啦，就来救入五指山。到尾迄个东山庄去取经，拄啊经过五指山了看着了，拢来救出来。就即个典故。然后孙悟空就对东山庄去取经，帮助伊去取经伊即个典故。咱来讲悟，为虾米因孙悟空因师菩提祖师叫因悟空？悟甲早有啥无共？因为要去西方取经即个过程你会悟，毋是知尔迄是无共的道理我知啦，我知影，人要安怎做我知啦，知是知呢，你有悟你心中无悟你袂发心所以咱修行为什么太讲爱发心？发心无共，你无发心，你毋敢牺牲；无发心，你袂投入。无互我讲一句较迄个啦譬如讲咱过去老前因迄啦你看伊一世人专想，伊为虾米安尼做？伊有悟，迄毋是知尔知是头家代志呢。你知影我会记一个，我记啥？但是咱人个头壳食愈老愈歹用就互我这50几岁尔做一代志做歹记啦。你若搁互你较侪年有当时昨发生啥拢袂记一人个。我妈妈今年91岁，有当时伊知影台湾问题，我会搁问一摆，伊毋知影伊有台湾问题，对对。咱人个头壳是愈来愈歹用个。我会记一人，我知啦，迄拢头家个代志尔，久都袂记一人。真正咧厉害就是悟。我来知。今仔日你伫学道当中，你有体会，迄叫做悟。体会叫做悟。你有体会，你会悟了，落来你就会参考，你就发心。道场内底有啥物工课，我绝对投入，我绝对迄个帮迄个搭帮助道，迄叫做有悟呢。我当然迄种悟的感觉，个人去体会，这无法度用话讲。你若悟有发心的，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悟。有悟有发心的人伊一世人受道无摕，性命无着性命危险无摕，迄叫做悟。咱今仔修行爱悟，道理天天悟，伫你的心中去感受，伊是心灵的赞处，毋是头壳的赞处。头壳的赞处几年你会做几辈子，但是你若悟伫你的心中伊会永远留掉的，伊会永远留掉的互我安尼比如啦互我旧年有来问像咱机会，互我若问讲注意这个内底，互我旧年讲啥物道理，看啥物人会记真，若是记真，爱甲手牵。新的方向。你敢是我哪会记真啊？不是新的方向，好像在以前吧，去年好像不是这个吧？
啊，若佫真的佫知道新的方向，啊，我内底内容讲啥无？可能我知影新的方向袂歹啊，佫知影内容讲啥。你若佫会认真吼，你超我咧，真正，免讲啥啦，真要真要歹，看咱只要送来宣传，送去个人讲啥内容内容，可能也袂认真啊。正常是做啥？正常啊，要靠头壳吼，有限啊。咱人的大脑吼，你顶个月发生啥代志吼，除非足大件的代志，你会记得啊，若无其实拢袂记得啊。火锅丸，咱若讲有只有青岛的，啊有去开火锅丸的，无有年火锅丸，讲啥题目？我看吼，找无几个想会起来。为虾米正常的？毋是讲咱头白，因为拢要靠头壳，袂靠这。啊，安尼我来遮听道理，要创我毋是用头壳咧听道理吗？我无大脑，我会听道理嘛？无对，你爱用头壳听道理，迄是无对，但是爱无共。听的道理爱进入到你的心内底，你去了悟去感受。你有感受到哦，真正赞，安尼就对了，安尼就对了。啊，所以讲悟的赞助就是你心灵的物件，爱去体会，去感受，哦，安尼啦。所以讲悟通叫爱悟啦。那即只教讲叫做心教，心教啦。即只教哪叫心？为虾米呢？因为迄个讲咱人的欲望。咱要去西印度取经，西方取经，爱把这心教降服，即只教爱人服，大家心中拢一个共，是毋是？即个欲望足济，无影迄无影迄无影，咱人的欲望哦，甜袂甜呢？有啥咱教，咱要看要教无？你食物件无？你若高阳去插山吼，咱若有机会去，互我插山爬几落摆。迄教吼，真正是吼贪得无厌。伊咧食物件吼，伊有当时会当抢物件，所以讲你去若要去高阳插山爬山吼，你绝对无杂物件。你手里若挂一袋仔的衫，伊绝对爱抢，迄足危险的呢。所以你平常倒是抢叫空空，啊若无物件插好好，叫歹面。啊，伊咧食物件，食了了，伊拢逐物件薄薄，有当讲较伫遮。啊，佫无够，伊佫揢个读哦，读到安尼吼，安尼规个嘴拢安尼足饱的，佫嫌无够，够足通，啊够着讲足多，啊咱人个心哪就够，啥物都要买哦，啊咱顶甲规个身躯拢无，人讲的讲钱无嫌济哦，啥物嘛要买，因外富贵啥物拢买，哦，啊其实拢走袂去，当然，互我咧讲嘛，毋是讲叫你吼。茫去趁钱啊，毋是安尼啦吼，只是人个欲望爱控制，啊，人生到尾也是着空，啥物较是上重要？你想看卖咧？哦，即个讲咱人欲望什么都要，所以即个人吼，即个一寡企业啊，科学家足巧的，伊要趁你的钱，伊会改变，伊知影咱人个欲望，所以譬如讲咱即个车就好啦，吼，咱即个红外咧卖车，迄个就了解。迄车吼，你若逐年拢即个型的。布料无啥人买买，你一定要用淘汰。吼，比如讲，咱即个车大部分吼，咱若要开车你就知影。一般车吼，营运基本的营运变化无大，变拢变啥？外壳、功能，内底有啥物视听系统，内底有啥物迄落迄，其实伊变的拢大概拢变这。啊，外形你若看最近这几年的车外形拢变甲足水。你若搁像较早迄落型的，哦，比如讲陆龙啊，吼，陆龙啊，差不多死死角角迄落型的，啊，吼，无啥人要买，我这个型啊足单调，搁做在讲迄只车好几人嘛感觉讲啊，这个型啊足歹看，所以一定要不断去改变，迄个型爱愈来愈水，啊，有可能每一年拢无共，手机啊嘛共款的，哦，手机啊咱若讲去20当前的，还讲几十当前的，乌金光的一支超大支，死死角角的，啊，人买买，安尼。啊，倒来了，搁乌起啊，啊做到愈来愈精细，搁愈水，迄搁无共，迄镜咧看搁无水啊。镜着迄个智慧型手机安尼吼，触控屏幕诶，啊智慧型手机搁一台一台搁无共，伊一定爱变，伊知影咱人欲望足大，所以讲伊就调讲我改变一粒造型，我明年搁出来搁无共，明年出来搁无共，安尼你无甲会换手机啊？对，你无甲会换车。啊，这衫吼，今年流行，啊，你明年搁流行衫，啊，你无理解的。伊无安尼，伊钱免哪趁？伊知影咱人欲望。啊，当然啦吼，个人的经济个人迄落去拿安尼啦吼，这叫做欲望，欲望。那
即个心吼哪上高，所以孔子讲一句话，孔子讲出去无事，莫比其凶。即个心吼，出去无事，你要喙要入来，无事无做，哪像讲我这里遮好，啊，才会等下落楼骹受气有无？啊，本仔载为安那烦恼，哦，这心慢命，不安尼慢命不安尼，是毋是咱的心有当时啊？你做歹控制，你真心足平静哦，好好坐伫遮哦，无代表讲后一点钟会变啊哦，无代表讲后1分钟会安尼哦，有哪伊凶过来附一个安尼啥物心出来哦，所以叫做出去无事，迄个心免啊出来，免啊转去，无时无阵啊吼，毋知会要对去，这是迄个。哦，孔子讲的话，搁落来，咱今仔日来讲悟空，哦，这是因师啦吼，师菩提祖师大家好发的悟空。世间一切拢是空，咱来去悟。你若悟袂空，你修行修袂落，修行修袂落啊！你空田坐，拄则你坐袂牢啊！哦，你要叫我一世人放下，我无法度啦。毋免讲啥，搁一个食菜你就食袂落啊。你心嘛无空，怎一个食菜食袂落？我无伫遐啊，我有法度，对，心中内底若一顿无伊遐话，阮较早一个同学甲我讲，我若一顿无话，我食袂落。迄伊讲的就对啦，我话人哪有即个习惯啊吼，伊就逐餐逐久干那个知影是嘛爱食啦吼，哪有迄个？伊佫无闻着肉味，就感觉足艰苦，心有空，心中内底爱迄个物件。哦，啊，当然安尼讲要说实在话，我就心中底麻你，一顿无食我知影吼，我实在足艰苦的你哦。啊，当然除了这以外，咱有足济的因缘，咱来放下。修行你无放下，真正足歹修行修落去，牵连足济。如果若天天在讲某人啊，迄个好咯。点就是讲某人咱来迄个外国开发敢好，我有法度，我吼，迄个囝婿啊，啊，都咱有足侪牵连啦吼。人生的牵肠太多，其实咱来了解世间到尾啊，是一场空。你真放袂下的，面讲你无放下袂认真。你真感觉讲我这家庭无我袂使，面讲无迄个无你袂使。大家想看，较早迄个 IBM 的公司，电脑公司著有名的 IBM， 一个总裁，伊做甲总裁是上大样的，迄工课够济呢。伊的管制企业所有拢爱伊去处理呢，足无用的呢。做甲总裁 ，IBM 大公司的电脑公司，有一天心脏出问题，伊的医生，伊迄种专门的医生，伊咧遐有钱的人吼，医生拢专业的就对啦，逐个讲。你一定爱请假落来治疗。迄个总裁虽然应一句话，你讲咧讲放假，我遮无闲，我哪有可能请假啦？我无可能请假啦。迄个医生哦，无啥爱安尼讲啊。你心脏都有问题，你毋请假就你是要安怎？对啊，无爱安尼讲啊。就请开个了会知的。伊说到尾，说到无法度。伊逐个讲你怎看？无法度遮济，拢踩一支十字架呢，无法度遐尔济。迄内底足济拢迄落，较早是总经理当处长的，较早拢是外面无偌重要的人。伊真倒伫遐啦，因兜敢有安那，因的公司敢有安那，伊真倒伫遐。啊，感觉有真啊无伊袂使，啊倒伫遐，拢袂开啊。到尾伊看嘛有影就对，啊，有影就对啦。无公司毋是讲我无我袂使啦，无我阁有别人啊，所以转来了吼，伊就吐死了，专心去治疗伊的心脏。啊，结果 IBM 敢有倒嘛无啦，咱拢会讲无我袂使，我足重要，要叫我去学着，我真啊无闲啦，我哪有可能有闲啦？要有闲拄啊，我前日昨晚，一个礼拜前，阮一个同事叫我一回。迄伫过年后甲大家听人讲诶，讲中风，安尼就对，叫我一回。啊，伊是已经死头路2年啊，啊是叫我倒听讲中风，我有可能叫我一回呢，足少年呢，53年厝诶啊，啊就对，53年厝诶，啊知影了，我去来看，倒伫遐袂变电当，
伊个酸脑出血，闹出血，啊规个人安尼袂啉袂当，啊已经经过头一两个月啊，伊有一点仔恢复，啊是拢袂讲话就对啦，啊人去伊阁知影，安尼可怜，你讲无闲，伊真倒去啊。伊敢会讲我都无闲，我才会当倒去遮啦，我倒有足济工课，我爱去处理呢，我爱上班呢，啊，就倒去遐无闲。所以讲，我无时间倒去遐就时间，啊，病人上时间，啊，但是是做爱去，啊无法度，咱若会应着拄着来就是安尼，啊，咱的命运无法度控制，啊，就是很可怜。所以讲，世间一切是空的。你对现在会做过代志，你放袂下，你搁经过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，搁较想，其實你無啥呢？迄是你真个看袂開爾。你搁經過50年來看，你就看開啊呢。所以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你若無想較遠呢，你不然時間會溜去。人會講愛較遠，一定愛較遠你到以為你心內較。你若較無遠吼，真啊，安那遐，那你會放袂下。阮爸爸92歲轉去，幾年前，啊伊轉去了，互我來整理伊個物件嘛吼，伊個房間啊整理，結果互我發現一張證件，啥物證件？伊較早少年的時陣吼，伊是義校，咱早消防隊的義校，哦，迄張相片看下吼，啊閣足少年啊，足緣投，伊30幾歲的時陣。啊！伊個92歲幾箍嘛？你看，經過差不多50年，你想啊，伊迄陣咧做義校的時陣嘛，所用的好，安尼迄落點啊，喙也攏衝的。但是92歲啊，真轉去啊，伊個物件攏比遺留下來的，無一項攏是伊的。真你目睭咧看，逐項攏我的了，我的厝、我的財產，啊，阮囝、阮某、阮啥，攏你的，目睭客氣無一項是你的。我講一句足粗話，我歹聽的啦。啊，講較粗話，我歹聽的啦。即阮太太，你袂使嫁別人，當然正確吼。阮太太，這是阮太太，你才會使去嫁別人。咱若講我目睭客氣，伊要嫁別人，我無講。對啦，你總袂使講，阮太太咧，你袂使去嫁別人，你若轉去無這樣子的。伊要去嫁別人，你無權利去人干涉，是毋是安尼啊？哦，伊要去安尼，你無權利人干涉。迄是咱目睭金這幾年吼，講迄是阮囝啦、阮太太啦、我的厝啦，你袂使投阮啦，幾十年互你過，過了吼，你無權利。人生就是這樣，哦，一條坑。我冇少年的時陣，哦，但是這一間人攏叫我後伯啊，我就頭前面叫後伯啊，無人永遠咧少年啊。迄目個日子吼，我有感覺講吼，因為愈吼，日子咧愈過愈緊嘞。連個一年，你看，舊年我係真哪來啊？今年都來啊！啊，你要過一年，啊，你真過年哪過呢？我係講明年就未來，明年還沒來啦。有當時啊，你形容一個感覺講，哦，我較早人叫我少年家咧，好安尼。真種，遐毋是阿伯啊，是伯公啊，就有個啥物父公啊吼，就真種嘛，攏愛家己講的，你知影？所以。世間一切攏是空啊，攏是咱愛了解講伊內底是空的，愛用秘密去來觀照。吼，無咱煩惱定落一堆，空定一堆，咱無當修行。吼，無當修行的。啊，心空了，你就無當修行，佛道才會成。吼，對吧？啊，心愛空，咱知影世間一切一定攏是空嘛，所以咱的心嘛愛空。吼，咱的心愛空就對啦。心若無空，比如講，若即間厝內，攏邊攏甲攏迄個物件，你從哪行，你就足艱苦。你心若足濟物件佇遐你有哪厝孤單去？你要從哪行？所以講心愛空啊，心該空。那黃寶上師較早有一個上師講一句話，傳心法要，伊講供養十方的諸佛，不如供養無心的人。哦，講即句話咧，供養十方的諸佛，不如供養無心的道理。咱若講我來供養佛祖，伊安怎講咧？當然供養佛祖是好啦吼，但是伊講，
你若只是要供养佛祖无够，你会当供养着一个无心的道理，才是够。无心的道理是啥？是你家己。你家己若会当无心吼，心会空，上界宝贵的，我心无空，吼心十通通，然后我会晓供养诸佛，诸佛无法度难呢，诸佛嘛无奈呢。你烦恼定落遐济，要叫我来保庇，我要哪来保庇？恁逐个想看卖？我供养诸佛足够啊，好是讲诸佛我全部用足虔诚的心来供养啊，但是我的心吼，无法度无心啊，伊无法度来保庇呢，咱照常在艰苦呢。咱的苦福袂当替咱了呢，佛祖若会当把咱的苦拢收去吼，咱免收啊呢。国人真正嘛爱国人党。所以讲无心的供养你迄阵无心的道理，比你咧供养诸佛更加好。互我安尼讲是叫咱无存记佛咯，是讲你家己迄阵爱修改无心，安尼才是对的。无心的心对啦。所以讲到遮啦吼，就讲奇奇怪怪啦，心中内底有偌济物件纷纷乱乱去，迄拢咧阻碍咱修行的，纷纷乱乱，迄拢点点的。纷纷乱乱，迄拢无呢。咱来了解即个道理啦。咱如果若只是遐拜佛，我心中的物件拢无拄，我是无法度帮助人的呢。咱嘛是爱轮回的，嘛是爱受苦的。咱若讲拜就好，安尼免收啊！我来较常拜的，当然拜也是爱啦吼。咱尊敬先生也是爱，但是安尼无够。其实上重嘛是咱来修改无心嘛吼。好，到遮吼，我落来了，咱来听一首歌啦吼，听一首歌。这首歌互我大概先迄个念一下啦吼，安尼互咱有一个印象。这是咱节目互阮师尊所做的，叫做伊的调寄春花网络啦吼，寄入即个调内底。哪像人生是一张空，哪像春天的花，花的有的花吼足紧的。早啊，几个宝石，有诶开几工无，哪有春天诶花？你即个看足水诶，人工炼伊啊，有啦。迄个梦吼，人生哪一场梦，哪像露水，露水你即个看，中昼就无去，6、7点，露水足重诶，后可能到9点、10点都无去，人生哪像安尼，所以伊内底歌词咱大家念一下吼。伊这是读迄个等的吼，歌词咧唱国语的啦吼。人生互我用家己咧念吼，人生寄着汝拄面如金地。人生哪像啥？咱这身躯吼，寄入即个世间叫做业主，业主就是讲哪像一个人去咧旅游，带入一间客栈，暂时的。咱人即个身躯来到地球，暂时的几十年互咱带入遮，所以讲咱带入地球哪像？即个地球哪像有啥名？叫做地如面有金地，哪像浮面？迄水漂，水漂伊紧无定位雨，风若吹去东边，伊就走去东边；风若吹去西边，就走去西边。咱人生呢，总是安尼，走来走去，无一个目标。就抱着龙生死等。而即个随波逐流，伫人生当中随波逐流，无一个计划。轮回何一息？轮回要哪会了，要哪会止？慢命去出世，慢命去出世啊！人无了时轮回艰苦。冤业主，处处为冥冥。冤业主就讲袂听啦，即咱讲袂听，叫你安尼，你搁毋安尼叫冤业主啦？处处为冥冥，处处就是讲足用心的啦，为着冥冥足用心。哎哟，这是一个这是歌词啦山早有天工。拢用一寡技巧，为着迄个利益用一寡技巧，累积万年久。累积就是讲乌索啊，较早咧白凡人的一种乌索啊，叫做累积。万年久就是讲，咱拢去互一条乌索啊，把咱拔掉的，10000年拢不得住。即条乌索啊，落尾，咱伫咱的心顶，咱逐个心的魔，逐个拔掉的。譬如讲，我安尼讲，我脾气做歹，安尼讲啦，我就叫脾气拔掉。为脾气歹，伊毋是咧爱歹呢，只是我个性就安尼，
哦，我去袂着，我就发现咧，结果哦，不甲安尼，含逐个都不甲关系做歹。有感觉想起来，我是安怎安尼，你叫做家己去互伊家己的迄条脾气的说啊。所以雷声嘛，有啦吼，推风遍地粉，推风就是咱即个风气吼，推遍就是讲四风日下安尼啦吼，去到对方安尼，咱有感觉即个社会，吼，真正是危险。迄若拢比较早，互我细汉吼，迄个时阵，细汉迄阵，若伫庄口发生一件贼偷，偌严重呢？规庄逐个就放开，哦，对一个人面斗勇，掠贼偷啊，足严重呢。啊，若真正是个掠贼偷啊，有啥？对啦，即个人杀来杀去，哦，有我爸囝小杀的，就讲我足嘛足济啊，咱若看新闻，四方之家即个时代不共。较早时代是讲哦，啊一项小可代志就感觉足严重，啊真好啥？所以讲迄叫做啥？推风遍地粉，整个世界嘛像安尼啦吼。道德与服务，道德已经拢吼，逐个拢吼，拢甲拍算尔，拢无咧管啦吼。如文重整，越检细，泛青饲袂大。整就甲英文，啊大道教细了，要重整，而且越检细，泛青着饲袂下，这人啦吼。而且咧卖嘛，比如无安尼，无大道降世，咱无修行学道，咱哪会和世界共款沉迷伫即个世界？有哪咧轮回？有哪轮回呢？哦，今仔日大道降世，要互咱解决，对即世人过了，永远脱离轮回。你偌好，你敢知？咱逐个去甲想即个问题。咱若想讲，我即世人都过了，以后就拢总毋免轮回啊，毋免出世啊。拢含佛菩萨共款，逍遥自在，你偌好你敢知？即个问题足严肃的，咱逐个想看。啊，若讲我转去了，目睭过去了，我着爱搁去倒出世，啊，来搁一世人，哦，你会过不了苦的。今仔日即世人过了，互我即个年纪就感觉讲人生是苦的，毋知咱有感觉无？人生真正是苦的，毋是互我足悲观的。我安尼讲，毋是嘛？你即个人吼足悲观的，毋是悲观的。你既然做人，你爱面对偌济代志，你拢走袂去的呢？你即个身躯就一定爱面对病，一定的嘛。到迄个我有即个身躯，我拢无病甲食到100岁，然后困我转去。啥物人我倒安尼啊？迄着祖母山出世的啊。讲伊拢无病，一世人拢无病啊，啊拢免住医院，免食药啊，啊，怎啊甲100岁困啊，体力倒去拢无艰苦的啦。无啦，咱无即个代志啦。有身躯就有病，病就爱死。啊，咱每一个人讲互啊，咱拢是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。过一日就减一日，过一日就减一日。啊，即个参加人的个别仪式，每当个人参加咱的个别仪式，都是这样。啊，若讲好走，佫无要紧，歹走就真正吼。啊，阮公司就好啦，阮公司安尼最近这几年，还拢少年的尔，两个中风，啊一个最严重，已经2-3年前已经中风，啊比互我较细，较少岁，迄拢瘫痪的呢。哦，迄喘大条，迄拢瘫痪的。啊，对啦，我甲我讲的，过年前若1-2个月前，迄个有哪比较好小可，啊但是即嘛是讲倒面的。啊，搁几年前有哪一个，伊是中，伊迄算甲头壳，伊咧有哪脑筋有关的，应该有哪上中，伊是为起码1礼拜就走。会得了有几年的，啊，拢差不多伫咧4-5十个，伫即个骹头，一个走，两个搁伫遐拖下。咱人即个肉体就是咧面对病，这就是一个业报体。你即世人牵着即个业来遮过日子。啊，经过了，咱若无脱离轮回，后世人你爱去面对迄个代志。你照想爱去面对迄个代志，后世人爱去面对迄个代志，你看你苦会了袂？苦袂了呢？人生啊面对病是一个问题呢，啊老嘛是问题呢，啊无做我这家内无平安，囝儿是势袂好好，嘛是问题呢。你讲迄内底有偌济问题？啊无头无尾为着三顿。你看你的经济问题嘛是问题，哦，你看人生啊面对偌济问题，咱家己想看看。
然后即世人甲希望脱离轮回，你看你后世人过来共款个面对个代志啊，得明来啊。啊，既然大道降世，要互咱生活，为什么不爱去想？天已经降下一道，即条丝路要来咱救起，为什么咱唔去？为什么唔去？我安尼就做完讲的吼，所以进爱换车就车袂道啦吼，啊，体天心，回头拄觉爱体会着天的心，天真正要来咱救，只是伊袂讲话。伊要徛伫半空中，恁大家都吼，我即降下来，大家紧来祈福，紧来修哦，伊也袂讲话。啊，袂讲话就个人去宣传，所以阮人会当大天宣道，大天宣传，人喙会当讲话尔嘛。啊，所以讲咱咧了解讲天的心啊，伊是希望咱大家当得道修道了，脱离轮回。啊，回头拄觉悟啦吼，回头要倒转来开始爱觉悟啦，好咧修。啊，修过天天修到有一个年代过位了，逐个人拢手牵手，富荣华贵。哦，迄个偌好个理境个。哦，手牵手富荣华贵，迄就是讲理境足好个，迄种解脱个西方个情况偌好咧。哦，啊，若讲手牵手个地路，我操！哦，迄足凄惨个，通泉个路是足黑暗个，迄足恐怖个咧。哦。就讲牵手啊，手牵手来富荣华贵，啊，永远拢唔免搁轮回，偌好。好啊，咱到遮咧先来听一首歌啦吼，咱互大家真心，咱搁较好一点。